睇完設計師 Jackie 間屋，轉去另一間面積差唔多嘅長方形式單位，睇下另一個設計師 Kevin 利用閣樓嚟製造空間嘅設計。本身係一個全開放式嘅間隔嚟嘅，除咗洗手間係獨立一個單位之外，全部嘢都係開放式嘅。呢一間屋啦，因為我樓底高，先至有條件去做到個 penthouse 上到去啦。呢一種全開放式單位，入屋一眼就望晒。設計師放棄間多一間睡房，而係利用 Savannah 樓底高10尺嘅特點，間多一層3尺幾嘅閣樓。要你細心啲計算得好啲，用心去諗咧，其實分配得好咧，個樓底係唔會有壓迫感嘅，亦都可以善用得好，因為亦都有對比，都係有層次咁去做。咁唔好話麻木亂咁降低咧，其實個壓迫感唔會出現，反而將本來唔係太高嘅樓底覺得更加高咗添。將睡眠區放上閣樓，係為咗打造同客廳區唔同嘅感覺。Kevin 呢就刻意喺睡房用上深色。咁雖然啦，閣樓嘅位置唔算好大，咁但係設計師為咗滿足戶主嘅需要，喺度咧都做多咗一個書台位。佢同時咧都係一個飾櫃嚟㗎，可以擺放戶主嘅心頭好。我呢度特登編排翻下邊係做翻飯廳，啱啱喺個 island 嘅上邊。咁呢個位因為我哋食飯可以 focus 咗。首先平時我哋落吊燈啊嗰啲都會低啲，唔會拍冚得。Kevin 啊，點解咧會喺呢一個位置，即係廚房啊呢個位置揀咗咧用一個吧台而唔係飯台設計咧？嗱，首先咧，因為一入間屋咧，其實呢個位都好 focus 㗎，咁一望就會望到呢個係第一身先嘅。咁我就所以用咗吧台嘅感覺，等佢用雲石面包翻住佢，成件事望落去會 grand 啲咯。主要仲有一個 function 度，其實佢都係一個地櫃嚟，擺咗好多其他擺唔到嘅嘢都喺呢度嘅。